这以昂扬，这有恩温，这字啊，这叫做这叫做安尼吼。所以合起来讲，来讲，得一低嘛吼，低叫做低嘛吼，这特一梯，梯就做这也叫做量梯梯吼。咱来讲做量长就量梯梯，这得叫做得嘛吼，得加呢真济哦，这有格加得，这可考得，吼，加得考得，咱查甫的吼，若较一个年纪的，咱较早咧剃头吼，拢坐咧剃头椅啊，剃啊差不多的时吼，就要抠喙鬚，抠喙鬚吼，迄剃头椅啊吼，伊个脸啊甲胖胖的，就倒了，倒咧抠喙鬚吼。二师傅有迄个经验嘛？有啦，我哪有迄个经验啊？考得，再来，这特吼，特毋知有啥物字无但是第二音吼叫做特，吼，这第二音，特就真侪字啊，特钱、特小安尼，吼，特有哪要食有讨趁，安尼吼，就用台湾俗语咧讲讨，安尼，吼，嘛是对啊，嘛是。咱这真济若知影，拢会当讲无要紧啊。咱这互相来学习啊。过来是迄个爱呆嘛吼，呆，这特爱胎，吼，就讲第一胎、第二胎。就讲咱咧厝内咧贷款后第几胎咯吼，第一胎、第二胎，安尼。这伊昂扬，若得扬点，咱就咧切菜吼，有切迄个点茶点，切肉点，吼，拢是点，切肉切菜，拢是点，安尼。这是特盐添，添，就是加的意思啦吼。像譬如讲添丁，添丁这嘛是添在，大概是安尼。迄个添吼添，对，无对。这吼，过来是央。伊昂，这读昂啦吼，伊昂扬，得扬点，点，咱毋知想看有啥物话通讲哦，字通讲点，点是指点，这是点，是安怎？点还是安怎？无怪就该点点的。迄个点诶，咱若鞋仔吼，放入去刷拢会点嘛吼，迄就是指点，甲菜点的点，迄个肉点拢共款安尼。这点，毋知安怎？吼，铃铛咧点迄个点，这嘛是对。这这讲是央，添我就想，我伫遐做功课的时，我想无讲有啥物字通但是咱音拍起来就是添，以后咱若对着字，才过来甲斗起来安尼吼。目前我想袂到有啥物字，咱毋知有想着无安尼，大家做伙，若知影就做伙讲拢无要紧。这温，个得温敦，顶多是咱会知有讲。